真欢喜当伫透早时会当来到主的圣殿，咱要三甲谦卑虔诚来敬拜主。伫此时，咱要安静咱的心，嘛要欢喜来献咱的祭，互咱的主上帝。咱做伙用这首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主。 我听见你听堂的声，因为我靠你，我在堂野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，我要奉献感谢。 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敬心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。 起咱的声出来。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我祈祷那夜爱在你面前，才做你欢喜的罪。我一摆来宣告。 咱要做伙来读主的话语，历代志下卷第7章14到15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，离开因的歹行为，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，赦免因的罪，互土地搁再生产。我的目睭要看，耳孔要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。 咱只是要伫主的面前来献上咱的感恩，伫过去的日子，主保守看顾，也要求主来赦免咱伫无义有义所犯的过失。因为主伊是全能的主上帝，伊是万有、公义、慈爱的上帝。咱若愿意伫主的面前开喙来学乐，来感恩，伫伊的面前愿意谦卑来认罪。 主的确要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不义。请咱只是咱同心开嘴来祈祷。
你，主属伫主你的子民，主你的确要看顾。我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，你保守因带，伫你的膝下，拢得到主你的保护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主因为你所赐的是真正的平安，阮感谢主你的恩典。我嘛要伫主你的面前谦卑，因为主阮伫过去无合主旨意所行的这个事，阮拢要恳求主你来赦免，嘛要求圣神来引带阮，用你的话语来管辖伫阮的心上，互阮通知主你为阮编办的道路，会当行入合主心意。主你为阮引带带领头前的路站，阮拢要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。恳求主你来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有主你引带保守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过来，咱要恳求主来医治透办咱，因为有主的瓦靠，咱才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咱要将咱家己的心灵以及咱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拢交伫主的手，嘛要将咱的挂虑、咱的重担，拢要写伫主的面前，恳求主为咱来担。嘛要恳求主来医治咱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即马身躯是毋是有无爽快的所在，是伫咱的兄弟，你所在的有辛苦病痛、心神郁卒的，咱拢要替伊来祈祷。嘛求主的疼来充满伫咱每一个人，咱嘛要来互相来饶赦。伫过去有得罪咱的，咱得罪人的，咱要伫主的内面彼此来饶赦。因为主要互咱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咱这时咱开嘴同心，求主来医治，来透办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祝福你，你要互阮伫地方面会当伫自由徛在，阮肉体虽然病痛，你要使阮勇敢，阮心情虽然冷静，你要使阮旺盛，阮会当看见最后医治你，你的疼，叫做我们来请过你，来祝福你，互阮脱离是咱的好境，互阮会当因为是一个来得到阳光，有对种的烦恼，你来互阮得到安慰，人生的风波，你互阮破开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人，互阮会当有生效你的恩惠，我们来祝福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你所受的逼迫，阮得到医治；你所受的刑罚，阮得到平安。主，我们恳求主你成做阮心灵的主，来掌管阮的生命，互阮的行大行为拢会当合主心意。特别主，你知影阮每一个兄弟，阮心内有重担，阮有苦难。主总是你所讲的，我靠你，你的确要互阮赢过这个苦难，赢过这个重担。主，我嘛要求你来保守看顾阮的兄弟，因的身体有欠安的，经济有欠缺的，事业无顺利的，各方面我们恳求主你来补助伫阮的兄弟顶面。恳求主来看顾，特别伫阮的教会中间，有癌症、有病痛，即摆搁伫病床的，我要求主你亲自来医治，来看顾因，互因心内甲因的心灵拢得到平安。嘛要恳求主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会当大声提起阮目睭中的圆仔茶，无去看人目睭中的刺。恳求主，互阮彼此来饶赦，伫主的疼的内面，我会当成做主你大这个教会的一份子的一家人。阮恳求主你来看顾阮每一位兄弟，阮将阮头前的路站拢交伫主你的手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过来要为着金主日来守望，咱要为着咱的牧者
咱的中级的团队以及咱的核心的同工，所有咱的会友，咱拢是要正做教会的同工。恳求主来高我，互咱每一个同工拢有属天的智慧，有属天的能力，为着主的圣工来拍拼，来着磨。特别要为着金主日，求主来祝福今仔日的圣礼典，以及有2位的信仰个别，会当小事属灵的智慧，明白圣经的真理，信心会当搁较坚定。嘛为着教会有清楚完备的人事规划，较好的才硬体、软体的才会安排，互咱教会事工的运作会当搁较顺利，合主的心意。咱嘛要为着上青的小组，这是一个新的小组吼。咱的区长是处于长老，小组长是嘉瑜小组长。要恳求主保守看护因，互因有智慧来带领上青的小组每一位组员，会当行伫主合主心意的道路，真做主所欢喜的行日。嘛求上帝来祝福每一个家庭，会当尊主最大。抓主最上重要的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互基督的信仰会当传承到因的后一代，互因的父母真做才细囝属灵好的模样，好的才样相。嘛求上帝保守组员出入拢会当平安，工作家庭拢得到顺利，得到主的祝福。咱只是要为着金主日。咱的守望的祈祷，以及上青小组的代祷，咱做伙同心开嘴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上帝温柔教会上中，我的中级团队，我的同工，出了出力，祝福做到你的成就，主你的稳定甲因支持，我所给为，所做的事工，服务我的使命，不管关注的你，特别看落地，因主日圣礼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看顾伫阮迦南教会要进入第60周年。主你恩典满满伫阮的牧长、中级团队以及阮的核心同工，你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位会友，因为你看阮是宝贝，阮拢是主你的同工。主你是头，我们军队你的脚步。我求主你来引带带领阮的教会，也。要为着今仔日的圣礼典，做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份甲你同坐到。只是阮嘛要来孝念你伫十字架顶的听，也要为着今主日有2位的信仰个别的姊妹，会当加做阮家人的一份子，阮献上感谢。求主你继续来带领因头前的脚步，嘛为着上青的小组，伫区长、处于长老、小组长。嘉瑜小组长，我有智慧来带领，甲遮的组员每一个家庭，都会当伫主的厅内面做伙来成长，做伙来分享主你的话语，真做因父母、细囝，伫这个信仰的传承顶面，拢有主你的祝福满满伫因的身上。我感谢主你来保守因，互因的事业。因的家庭、信仰各方面，拢得到主你的看顾引带。而这是我们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愿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死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请咱做伙来吟信诗第一首，幸哉幸哉幸哉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游玩徛伫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的全能上帝。阮的意念，你的意念关过全地，你的话是真实，你的律例是昭彰，你的道路是阮所喜爱。主啊，阮要全然降服伫你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阮要专意来服侍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向你献上阮全心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永无变化的上帝，永无改变的天父，阮要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对阮的应允永远存在，你一切所做拢是公正，你的作为充满慈爱。阮要将家人教会整个所有的事工，无论是软体、硬体，还是人事的安排，拢恳求主你来掌权，赐予陈牧师甲所有的长职同工有对主来智慧，同心合意，为教会、家人教会来打拼，为上帝的国度来跑走。阮要将今仔日的敬拜、恭敬交托给主，恳求圣神降临甲阮同在。阮安尼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应文44篇，以赛亚书40章。请咱做伙来看荧幕。恁的上帝讲：着安慰我的子民，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，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，因的罪责已经很清楚。因为着家己的罪，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。有啥话讲？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，伫风暴收编咱的上帝大路。逐个山谷拢要吞福甜，
大细山头拢要骨福家，冤屈的要解互直，牵结的要受福便，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。所有人拢会看见。最声，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，有啥讲，你就宣布。我讲要宣布啥物？就讲人拢亲像草，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因为上主的开分伫顶面。最声，人拢真正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报好消息，互锡安的人啊，就上关山。报好消息，互耶路撒冷的人啊，着大声喊，就大声喊，毋免惊。对犹大的城讲：恁的上帝来了，看，至神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。要用权力治理。看，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。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，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。要用手压我羊仔囝，抱伫胸前。最声，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属恁的羊母稳稳啊行。即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平安。
请咱做伙恭敬来读上帝的话。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请咱做伙来看荧幕。犹大王约沙法平安倒去到耶路撒冷的王宫，哈拿尼的囝先见耶户出来迎旨约沙法王，甲伊讲：你哪会去帮赞歹人，听怨恨上主的人？因为安尼，上主的生气会临到你。毋过你也有好的表现，你有对这个国家废除阿舍拉女性的挑伤，阁坚心决意找求上帝。约沙法住伫耶路撒冷，后来阁去民间巡视，对伯示巴到以法莲山区，带人民归向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因伊伫犹大全地逐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官，伊对遐个审判官讲：恁办事着谨慎，因为恁审判毋是用人的权威，是奉上主的权柄。恁审判时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当恁着敬畏上主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收贿赂。以上，即时请陈牧师来讲道。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复兴国家的准备。请亚姐大家平安。今日是9月初1，2024年已经经过1/3。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真紧2025年就要来到。伫这年中间，我相信咱都经历真侪的改变，也看见真侪即历史的见证，包括咱今年年初总统的选举到呾，总是咱的即个政治温度真悬，咱的股市温度也真悬。但是咱对咱的国家更较侪的关心，更较侪的即个祈祷，互咱的国家社会当行伫上帝心意的道路啊。咱最近看到关心政治的即个新闻消息，咱今年1月总统候选人的登记第1号，即个总统的候选人，伊尾仔得到几票？369万票，得票率是全台湾的26%哦，26%，遮尔悬的得票率，将近要400万人要支持伊哦，总是伫最近的新闻的中间，咱看见真侪人的心破碎。今日咱拄则所读即个课英文讲，人拢亲像草，总是草为搭，花为谢。总是上帝是永远的，上帝的话是永远袂改变哦。所以咱毋通只有亲像草，亲像花，咱爱学习上帝的话。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伫主你的面前，感谢你带领阮对1月到8月，上帝你带领阮每一当每一月日的日子甲勘赞。虽望人生无一定事事拢顺利，总是上帝你的话是永远袂改变。阮为着阮个人、家庭，为着教会、社会，甚至为着整个国家、世界来祈祷，求上帝你伸你的手来主持公义，互上帝你的真理会当伫即个所在，探到全世界人民拢来顺探你的话。阮也将今日你所要对阮讲的话，搁一摆开阮的心门，拍开阮的耳孔，通听见主你的声。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甲咱隔壁兄弟讲，人拢亲像草，草会搭，花会谢。咱只有上帝话永远袂改变。伫今年我头一摆转来迦南教会主日的讲道，就是用即个伫迦南建立上帝主权是事事吉的即个信息。伫即个最后分享的时阵，问咱大家3个问题哦。但咱若成功了后，咱是会更较谨慎家己的决定，也是因为得胜利来欢喜过头 ，abuse 滥用权力。第二个分享就是领袖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啊，这个领甲这个拢是三上垃圾的所在。
要咱做一个好的领袖，会当来荣耀上帝。祈祷也是为咱家己来祈祷，就是互咱伫做代志，互师顺动机纯正，无限劳利用宗教、利用上帝，也是利用政治，达到家己的目的的试探咯。这篇的信息主要在讲到基甸，基甸伊是一个伟大的士师。总是伊成功了后，上帝才人民爱出来治理。伊讲我无要治理，我的囝无要甲恁治理，互上帝来甲恁治理。总是互上帝治理，最后就是无做任何的治理，结果却陷落伫宗教甲政治的危机啊！好，所以咱看去尾啊，基甸死了后，百姓佫去对巴力拜偶像，甚至遮个百姓嘛袂记得上帝安怎救因脱离仇仇的手，甚至伊嘛无照基甸安怎来款待遮个社会人民。等基甸的囝70个囝69个互杀死了后，伊嘛无好好来款待因的遮个后代哦。所以当讲是一个悲剧。咱伫上帝话中间，就是要来建立上帝的主权，通过祈祷来顺探上帝的主权，通过谦卑学习治理，就是要来遵行上帝的话。伫美国上有一个真伟大的总统，就是这个杰佛逊总统，伊提出这个独立宣言的中间，伊嘛有提出这个政治甲宗教应该爱分开。好，所以简称政教分离啊。好，其实这毋是伊头一个提出来，伫以前几百年前就有人提出政治甲宗教、政府甲教会，好应该爱有一个距离啊。但是总是伊所提出来的目的，就是国家甲教会无应该互相来伤害过头，毋通下过迄条线。但是这个政教分离的概念呢，演变，这是将近要300年前、200多年前提出来，总是演变到尾啊，像20世纪，互人反操作，讲教会无应该参与政治，教会无应该来管政治的代志，教会管恁教会代志就好，政治的代志，互政府来管就好。所以安尼造成啥物？造成教会拢关门伫教会内底，只有读教会圣经，只有当伫教会内面，煞袂当将上帝的话摕来用伫社会、用伫国家，也抵到真侪基督徒，讲牧师毋通讲政治，基督徒毋通来讲政治，因为讲到政治，就会扣分，然后就有即个对错、是非，所以伤害兄弟的感情。毋是讲咱拢爱讲政治，嘛毋通讲教会拢毋通讲政治，毋通插社会的代志。伫我对细汉到大汉过程中间，互我有看到，就是1988年，即个520事件，我相信咱在座拢有经历伫即个中间。即个农民抗暴的事件呢，会当讲是戒严以后上大的一个民间起来抗议的事件。总是即个抗议的事件，嘛，互咱开始思考。所以过2冬了后，就即个野百合的学运，是1990年。然后10冬前2014，即马咱中华路楼骹，即个店面，拢会改做看板，改做啥物字？改做简体字啊！遮个头家，可能拢是中国来的遮个头家，甚至有可能即马徛伫条顶讲道来的牧师嘛是安怎？嘛是对大陆来的牧师啊，因为牧师也是服务业啊。总是呢，即个遮个抗争的过程中间，争取的因老伙老干安尼献因家己的性命，为着是要来争取即个社会、即个国家的即个将来甲人民的利益。伫今年2024年，咱看到即张相片，有亲像一只鸟仔无？看会出来无？鸟仔头，就是即个荧幕的右下方，然后即条长长的，就是即个鸟仔的翼。这叫做青鸟行动，本来是要去青岛东路，甲迄个岛拍毋对，变做鸟，变做青鸟行动，但是嘛变做是即届，咱咧关心立法院
关心咱的国会殿堂中间，因为这是有关咱国家社会将来人民。立法院到底伊当扩权到什么款的程度？甚至总统嘛爱来甲这个立法委员甲伊点头，甲因安尼挨写字，敢亲像是安尼吗？所以咱诚做教会的一份子，诚做一个基督徒。当然，对社会、对政治、对国家无好好来关心了解，检测咱伫即个社会政治的中间，就失去一个影响力。等咱咧读即个历代志，不管是上悬下悬，咱看到这拢是一本在讲政治的圣经。这咧讲到一个王安怎来治理百姓，一个王安怎来好好管理国家。莫讲历代志，咱拄则一开始看到即个士师记，嘛是安尼。这士师因做一个审判师，做一个审判官，嘛是咧来关心人民的道路，讲到即个社会的公平甲正义。伫即个历代志中间，一个真要紧，就是上悬的17章。上帝甲大卫立一个约，因为大卫想要去圣殿，上帝无容允，但是上帝送伊一个约束，这个约束就是17章的第7节到14节中间2节所讲的。我要选立你的后代，你的一个囝来续接你，搁要互伊的国稳固，就是对大卫犹大支派互的落去。所以大卫做王40年。伊的囝做王40年，伊的孙做王17年，伊的干仔孙做王3年，伊的干仔孙的囝亚撒王做王41年。到伊的第6代，也是今日要分享的约沙法，伊也做王25年。总是故事，毋是只有安尼，甚至继续落去，拢总有19个王，拢伫即个国家来坐即个位。但是为什么无第20个王？为什么对大卫了后，迄个第20个、21个对倒落，互人掠去啊？国家无啊，无即个位通坐啊。总是即个族谱继续写落去，所以大卫是亚当的34代，所罗门是亚当的35代。即个族谱伫马太福音继续看到，写到耶稣是亚当的第60代啊，第60代。即个位虽然无去，但是上帝话永远会袂改变，草袂焦，火袂熄，上帝话永远踮伫遐。所以，即个国家上要紧的，毋是坐伫即个位顶悬的人，这个人有时间、有长、有短，但是这个人是毋是有甲上帝话来配合，才是上界要紧的。所以看到这个政治，不管是圣经过去的历史，还是咱现主时，在政治上，咱归纳几项铁律，就是无永远的任期，总有下台的一天。咱国家的对面的即个领导者，伊想要做即个任期是永远的，但是无一个人是当行到永远的，只有上帝话永远袂改变。然后老实、诚实、无价。讲一届白插，就永远拢活伫白插的中间啊！好，请甲咱隔壁兄弟讲一摆白插，就永远活伫白插的中间。讲一摆白插，就永远活伫白插的中间。我细汉时足够讲白插的，好，我有老实无？好，我细汉时足爱讲白插，啊，因为惊互人骂，惊互人修理，好，至到咧老实话毋敢讲。但是当我渐渐大汉，甚至读神学院，做传道师、做牧师，会讲白插无？袂使但是原来会讲白插啊，甚至做翁啊、娶某啊、做老爸啊，会讲白插无？哎呦，大家拢足老实的。但是呢，咱读上帝话，就是教咱安怎样毋免讲白插。读圣经上界大的即个帮站，就是互咱会当讲出实在的话，毋免惊吓，毋免惊互人骂修理，毋敢讲实话啊。所以圣经互咱看到正直的人物，应该就爱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三角行。今仔日咱若无起来治理，明仔载就安怎去互人修理？这是2月时阵信息所分享的。今日我们继续讲，如果咱若无解决问题，明仔载问题就安怎来甲咱解决咯。所以读圣经就是互咱毋免讲白插，讲白插就是无要解决问题。
讲白菜就是我毋免去处理，我安尼凊彩甲变两句啊，安尼问题就无去啊。好，这就是鸵鸟的心态。但是若要讲实话、讲实在话，即个话要讲出来，当然就有责任，就有真侪代志爱去做，总是为着要解决问题。今咱读即个圣经约沙法，伊有3项值得咱通来学习。头一项就是即个约沙法，伊会伫政治上避免犯错。伊安怎做呢？伊伫每一个城来教导圣经，历代志下卷的17章第3节。约沙法继承伊的老爸约阿撒做王，这是现代中译本。他发愤图强，对抗以色列。第9节是台语，咱做来读。因带上主律法的册，行透犹大所有的城，教示人民。请咱有倒一个总统是炸圣经下乡？有倒一个行政院院长是炸圣经去每一个乡镇、乡村、村社来送圣经，然后阁教人读圣经呢？伫圣经中间嘛无几个，总是今日咱看到有一个，就是即个约沙法王，伊炸圣经派3组的人，然后甲逐乡镇去教示人民读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申命记、民数记，遮个话，互百姓会当认捌上帝。咱认捌上帝，毋是安尼看到一尊，安尼就有够。要认捌上帝，是爱读上帝伊讲啥物款的话，伊讲过啥物款的代志，互咱会当安尼来认捌伊。所以圣经是认捌上帝要紧的道路。咱若无读圣经，就袂当认捌上帝。请咱隔壁兄弟甲伊讲，无读圣经就袂当认捌上帝，无读圣经就袂当认捌上帝。咱若要认捌上帝，圣经爱读倒一章，全部拢爱读，毋是敢读一章就够啊。对圣经的皮读到圣经的另外即个读到头到尾啊，拢爱来读。所以，咱圣经中间有真侪咱读袂落去，袂消化。譬如讲，即摆历代志就是袂法度好法消化，总是咱会当做伙三甲敲找方法，互上帝话他会入去，互咱是要来认捌上帝。约沙法王第2项就是来面对人民犯错的时阵，伊伫每一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的官司。即个第19章第50、第60安尼讲，约沙法王伊伫犹大全地逐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官。即个王对审判官安尼讲，红色的，请咱大家来读：恁办事着谨慎，因为恁审判毋是因人的权威，是奉上主的权柄。恁审判的时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所以，伊互遮的审判是做事师，事师的意思就是 judge， 就是审判官啦。遮做领导者、做市长的、做乡长的，拢共款。办代志、公家的代志，就是办政治的代志，就要安怎？谨慎，毋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毋通有人招你去豪宅唱歌，你就安怎？就对人去啊！即下就去用掠包啊！你在审判的时阵，毋是讲我市长呢，我议员呢，我立委呢，我足大呢，是奉主的名办政治、办公家的代志，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牧师、区长、小组长拢共款。咱办遮的事是奉主的权柄，所以在办公的时，就爱知影上帝有甲咱同在啊。第7节今日的经句，咱做伙来读。但恁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用阮不义，无偏袒，无受暴虐，即个贿赂，暴虐。咱的上帝，伊在看咱办公家的事的时阵，伊是睁眼看，侧耳听，毋是只有听祈祷，是咱人安怎样在办上帝所办的事。所以毋是为着家己，毋是将这个钱，公家的钱刷到家己的公司，搁刷到家己的 ATM lap袋内底去。即马去用人掠包的时阵，安尼就足歹看。
做任何的事，拢是共款，爱清清楚楚。我即摆毋是针对，这是一个机会教育啊。咱无遮个代志嘛，袂去讲到遮个例。总是就是伫咱的国家发生遮个事，总是真侪人来提醒的。伫拄则讲的即个杰佛逊总统，伊伫宣誓就职的时阵，伊讲一篇落落长，总是我着掠中间2句就好。伊讲我毋敢寄望大家互我上界悬的信用啊，我不敢奢望大家给我最高的信任，但是我要要求你，只有要求你，互我一个适当的信任，互我会当依法办理你们大家的事务时，能够坚定于什么？奏效，奏效，就是会当办到好势，办了解决问题啊。好，所以杰佛逊总统呢，伊要一直尾来一直连任，是伊一直无想要做，伊讲爱换人，人都一直甲杀，爱做，因为伊足清楚，大家足信用伊的，所以伊真做一个，到21世纪，你若叫美国人来选一个美国史上影响最大的20大人物啊，杰佛逊排名第5名哦，第5名。当然，这个什么贾博士啊，什么啊，影响美国人足大。但是呢，这个总统一直互人会记得。咱伫中华民国台湾，多一个总统小互人会记得。毋免回答，免。小等下出去以后就讲，你咱袂讲以后。但是呢，我问这个，互咱想，咱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中间，拄则咱看对大笔所罗门安尼一竿肉粽落来，咱台湾的总统嘛已经一竿肉粽啊。在总统的中间，多一个互咱上钦佩，互咱看到伊真正办事公正，然后没有偏袒，无收人的红包，无将钱刷来家己的使用。这个总统就是上帝互咱的祝福，阿门。不管你有等伊一票，无等伊一票，总是上帝通过遮的政治人物，带了咱的国家无惊即个败坏。较早中美洲，遮的真侪国家迄个政治人物拢足乌的，甚至东南亚嘛真多。但是咱的台湾无亲像遮的国家共款，互国家伊一个做总统、做总理、做王起来了后，哇，因兜的高跟鞋几万双，捌听过无？捌啦，咱毋知影咱有即种的总统，也是总统夫人无？但是呢，咱爱为着咱的座位人祈祷。最后一项约瑟法，伊互即个社会中间不管是软弱、失败、惊吓、错误，总是伊来真做祝福。伫即个约瑟法上界出名，就是明仔载咱要读的暗时会读到即个经节，历代志下卷的20章，则讲到以东人来攻打即个南国的犹大，总是因出来真侪人，即个国家，甚至连约瑟法嘛着惊，总是伊只有一项求救上帝，然后要出去甲因相台真正迄天的时阵，伊对人民讲：那是的，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信靠上主，你们的上帝，你们就站得稳；要相信他先知的话，你们就一定怎样？成功。为什么因遮的人民拢知影先知讲的话？因为伊有叫人去教百姓读圣经。遮的军队坚固城就是驻防城，内底就是军人的所在。遮要出去甲人相太真正，遮的军兵因拢读过出埃及记，读过民数记，知影上帝安怎帮助因的祖先，互因成功。所以约瑟法搁一摆这个行前喊话，就要相信上帝所讲的话会发生伫你的心上。然后王对人民讲完这个话了后，就安怎？伊毋是走去房间困伊的，走去闭起来，伊是命令歌手穿上特别节期穿的袍子，走在军队前面，沿路高唱赞美上主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篇126篇。这首诗篇，所罗门嘛唱过，大卫王嘛唱过，因的诗班拢唱过，这几乎变成他们的国歌啊。等因唱歌以后，20华语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，上主使来犯的敌军溃乱。他们什么时候敌军溃乱？
唱歌，唱什么歌？我一定会成功，嘿嘿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唱什么歌？赞美上主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唱俄罗的诗歌，唱上赞上帝的诗歌。倒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出去甲人相台时，因是咧俄罗上帝。那是真巧的人，就当把这首歌变成他们国家的国歌。要出去甲人相台，先唱国歌，但是这个国歌内底就是咧俄罗上帝。所以因俄罗的时阵，因还袂甲人相台，还袂出力的时阵，才会祭司剩起来利未人唱歌，上主的手就伸入去。或者以东的军队，家己就扰乱了，结果拢还袂抬，这个战争就结束啊，所以上帝伊通过这俄罗敬拜的人，听上帝话语的人，会当互人的软弱，互人的失败，互人的错误，会当真做祝福。这个这个白色力量，讲出来这个新政治。真正伤害着足侪人的心，甚至捌斗过伊做市长，甚至足侪支持的人相信伊会来改变这个社会，相信伊会来改变这个国家369万人，因的心，我相信即嘛是非常非常的不堪。但是伫这不堪的中间，咱毋是甲因踢笑，毋是讲早就甲恁讲啊。安尼有帮助无？帮助要安怎才有帮助？是咱爱去检讨，咱爱去思考，到底咱的国家要交互什么款的人？到底咱在栽培这个政治的人物，因是什么款的品格？伫约沙法王，伊用教导上帝话，教示人民办公家的代志，避免犯错。甚至这审判师、审判官、办公的公务人员，因会当经过来去犯错时，会当做一个正确甲无正确，伊会当分得清楚对甲毋对的代志。甚至伊嘛用唱歌、学乐来互这个失败，真做是一种的祝福。因的失败是知影因今日出去甲人战温书的，无法度。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是只有倚靠上帝。伊的阿祖公啊，就是约沙法的上五代，就是所罗门王，讲一句话：不要让慈爱、诚实离开你。写伫圣经的多一本箴言第3章第3节，这是华语，咱做来读。不可使慈爱和诚信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。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是台语的，咱做伙读。你安尼做，上帝甲人拢会欢喜你，都会喜爱你啊。所以上帝早就已经将伊的话写伫圣经，咱爱用上帝之爱、公义、怜悯来办上帝的事，不管是公家的事、教会的事、家己的事、厝内底的事，嘛拢是安尼。要紧的，就是咱需要做一个真实老实的人。咱的国家需要什么款的政治人物？我想就是一个信靠上帝、一个老实的人，伊决当伫上帝话中间，互上帝来引带。咱的教会需要什么款的区长、小组长，需要什么款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嘛是同款，就是爱来昆塔上帝话。互上帝话来改变咱的生命，改变咱做代志的方法。这礼拜咱有小组，咱会当来分享约沙法王伊推动这个读圣经的时间。今日咱当安怎样来做？互咱每一个兄弟，咱会当来读圣经，然后咱会当去逐乡社，带人教人来读圣经。然后无有公义，就无有真正的和平。咱毋是举白旗投降，安尼就是和平。甚至有时阵讲真正的话，就是会来引起战争哦。看到乌克兰甲俄罗斯就是安尼，一个选择要来讲真正的话，结果呢，就引起另外一个国家的攻打。但是咱需要追求的，毋是
短暂、表面屈就、膝盖的和平，是爱伫上帝话、上帝主权治理。咱的司法嘛爱安怎样会当更较来公正？咱感觉咱的司法会当相信无？咱的法律有在进步，那甲30年拄则讲野百合，也是讲着万年国代，也是动员戡乱时期的司法比较起来，哇，迄即摆司法偌好呢？较早迄个动员戡乱时期，每一个人宪法伫遐，但是呢，即摆用军法甲你办，所以才有即个美丽岛事件，才有这个白色恐怖，因就是用军法来判人民啊，无照宪法。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。今日咱的法律有在进步，但是咱嘛爱来了解，嘛爱来学习，唔通讲啊，这是政治的代志，咱无需要插政治啊。今天不治理，明天就被修理；今天不解决问题，明天就被问题解决。政治永远就是咧解决问题啊。然后咱嘛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。为着读每一天会当好好读圣经来祈祷，为着咱的国家社会司法公正来代祷，勿枉勿纵，也为着咱会当学习，互即个错误会当真做祝福。上紧上好的方式就是唱歌学乐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为阮的社会国家是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互阮的人民会当享受现在自由的生活，互阮会当讲实在话，伫社会上每一个人会当表达家己的意见。总是当阮若无即个国家，失去这个保护，失去这个自由的时阵，阮就真做一个悲哀的人。愿上帝互阮好好来珍惜阮目前国家所享受这个平安自由，也互阮知影安怎帮助后一代，阮的政治人物。因每一个都会当用信用、用真实、用上帝慈爱公义甲怜悯，互阮的社会国家会当愈来愈坚强。也祝福伫阮的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世界的盐，甲世界的根，互教会会当伫政治上、伫世界上、社会上，成做一耙根钉，来照根头前的路站。主啊，愿你复兴阮的国家，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，首先咱要来举行信仰的告别，请咱做伙来唱圣诗354首第1集甲第4集，然后咱要来请两位信仰告白，的这个嘉瑜、秦如来到伫台前，请咱直接来唱。就像魔鬼的天际，朝天影断着手显发，我靠家己为得他，上帝名有水来感应，了明天心坚固咱心，人的心心顺天法度，上上照耀行主道路。好，蔡琴如、蔡嘉瑜，好，你们已经在平镇浸信会市府灵粮堂接受成人洗礼。在今天要把你们基督徒的汇集转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教会。所以我们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、信用告别，做伙来告别咱的信用。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做伙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告别，做伙来告别，请。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信神投胎。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、顶十字架、死搁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。
互咱甲上帝国和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想事溃立，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国来。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。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国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罪得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。归因跟上帝，愿信上帝予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个文书。破坏人万米甲上帝关系，所以咱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好，阿门。好，请两位向后转，底下我来介绍。好，伫咱的即个倒手边，吼，就是即个姐姐秦如，好，正手边是妹妹佳瑜，好，是咱即个文道兄，啊嘛，请文道兄来台前啦，好，文道兄，好，下即个两个查某囝，好，阿姨，阁有即个民族，好，民族今日无伫咱中间，好，总是拢是咱嘉南教会的兄弟，好，甲即个古锥子，好，全家哦拢伫咱教会，好，总是因啊，伫即个佳瑜和秦如啊，好是他们上了国中之后，好就真久无来教会啊，拢尾也去到伫无共款的教会，好，但是即马陪伴爸爸哈，要来咱等来教会做礼拜，好，所以咱用拍拍来欢迎，好，然后咱嘛请这个小组长啊，家军，好罗家军，好，莫西龟哦，前组长第七，这个丰盛组长甲嘉军组长，一人送因一粒丝，阁有区长加身，阁有红包哦，这个礼物无共款哦。好，咱拍拍来甲因祝福，好然后咱阁有送花哈，好请处于长老是吗？书哦，好，哇，咱这个转籍到江南教会，对，好转籍到江南教会，这个福利很好。平镇浸信会是这个南桃园最大的教会，桃园市府灵粮堂也可以说是北桃园现在最大的教会，但是呢他们都很乐意把他们汇集移到将来桃园最大的江南教会，开玩笑，好，咱请咱的小会员先上台，我们一起拍合照，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接纳，好，其他小会员一起上台。来，我来徛文道兄边啊。好，可以吗？有口，你的喙红要摕起来无？互人看一下你的烟斗的。好，我们拍手来恭喜。好，没有手了，好，上帝祝福哈。好，咱来握手来接纳，好，上帝祝福，好，谢时归行放伫边啊，卖摔破，好，平安，好，来请咱的小会员来握手接纳。
咱嘛继续为着即个文道兄，吼，伊的身体健康，吼，全家平安来代祷，也求上帝看顾。咱搁一摆拍破来欢迎。好，这个佳宇和秦如，好，可以请回座，好，请坐。咱这时准备来举行圣餐，请咱做伙一日来吟信诗355首，第1节到第3节，好嘛，请咱备办心，好，要来领受圣餐。愿大主旨甲主制度，专心来听你的话，但愿明白主的临在，激动心灵你栽培，你教心经信用故事，你愿心来做无还。关通给真心的下，最后的心里大卫。咱唱第三节。心赞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，他在心里热情欢迎，主的欢迎比世颂扬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录属于的教会陪参者三甲守主的圣餐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因。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支持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圣经耶稣讲的话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耶稣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设日个，见啦恁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但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照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心来感谢上帝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信神来信别阮，也信别这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站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旁杯讲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名所设立的。恁紧啊，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小会员来分饼甲杯。如果咱已经是有洗礼、更新礼、心灵的洗礼，诚做耶稣上帝的这个囝儿，拢欢迎做伙来领受上帝为咱所备办耶稣的身躯，甲伊的保护。如果咱还未更新礼，只有小儿洗礼，嘛请咱暂时心爱来领这个饼甲这个杯。
等咱摕到即个饼和杯甲杯时，请咱小等候一下，咱甲咱每一个兄弟小等要做伙来领受。也等咱摕即个饼杯伫咱手头时，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，为着咱的新生灵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性命，搁一摆来感谢上帝。若无耶稣拍破伊的身躯，就无今日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。若无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，今日咱的罪就无法度得到赦免。总是咱知影，咱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，是因为耶稣拍破伊的身躯，流出伊的宝血。所以咱搁一摆孝念伊、纪念伊，也着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互咱欢喜为着主，欢喜为着上帝国。咱来献咱家己的性命，互上帝来使用，为着要互上帝国临到，互上帝旨意通得成，伫对呢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咱安住咱的心，内心，咱搁一摆感谢祈祷上帝。今日也是这个普世世界的主日，咱也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，为着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动乱，为着伫这个世界中间所发生这不公不义的事件，也是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。愿上帝公义临到，愿上帝旨意得成。咱也为着这个世界，咱来关心代祷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记若恁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要所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为着咱的罪所流的，咱记若恁的时阵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主耶稣基督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伫地。请咱三家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。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
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应阮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等阮搁一摆献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因慈悲帮赞阮，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待以后会通因跟你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阵，咱要来奉献，请咱闭目心来奉献。上帝，我要为着每一个礼拜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、阿罗主，献上感谢。主，你是掌权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头。我要将迦南教会头前的路站交托伫咧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明年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的日子，伫这段时间拢有一寡庆祝的活动，亲像伫咧10月13有户外礼拜的活动。还佫有60周年特刊的编辑等等，求主保守这些活动会当一切顺利，嘛求主带领迦南教会头前的路站。即马我要献上时间、金钱甲才能，互主来使用，求主来接纳。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请敏泽长老来报告。好，各位主啊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报告的大声吼，咱先要来介绍第一摆来到咱教会的这兄弟吼，咱的来宾。请咱在座有第一摆来到咱教会吼的兄弟，请你徛起来吼，我们来欢迎你，嘛要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。敢有？无吼，好，安尼咱欢迎咱每一位兄弟吼。咱每一日拢是新的一日吼，拢是主所赏赐的。好，过来有本会报告吼，设教59周年的户外礼拜吼，到今仔日吼9月初1报名截止哦。咱敢知影咱即马报名人数有几个人？已经有530个人啊吼，吼530，咱感谢主的恩典吼，咱这是咱全教会的一个。真好的一个庆典的活动吼，请咱
也是还未交报名费的兄弟吼，伫9月15日吼，来交伫报名费吼，互咱的小组长甲咱的干事吼，请会记了，会记哩交报名费哦吼。过来是咱小会报告吼，咱今仔日真欢迎有2位的信用个别伫拄遮吼，已经有蔡琴如甲蔡佳瑜姐妹。哦，雨是女字旁哈，好，这阮过来修改一下哈。周报是对的，投影片是错的。OK， 好，真歹势哈，这阮过来修正。好，咱过一摆来欢迎因哈，诚做咱的一份子哈。好，过来是咱先前会籍哈，陈树林长老对嘉光教会吼转接到伫咱嘉南教会吼，咱嘛来欢迎哈。这真特别吼，是这个后生来介绍老爸转来教会安尼吼，这我嘛是第一摆安尼。主日学学生来介绍主日学的校长安尼。好，咱这个树林长老过去5档吼，伫嘉光教会好来帮忙，好来带领，好感谢祝福嘉光教会好当真稳固，好即嘛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哦，嘉光教会即嘛有新的传道书。好，伫顶个月已经来复任，好，所以嘛，请咱继续为着嘉光教会兄弟，好，咱真实的这同工中职，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，好，为主做工，好，继续为因来关心甲带动，好，伫遮嘛要来邀请，好，就是咱伫即个教育部，好，伫9月份开始有即个初信造就的课程。好，这是要来，互每一个要洗礼，吼，也是要对来进入教会明白的12堂课，好，对明白上帝到最后第12课认识异端哦，拢总有12课，好，所以咱这第一批呢，第一期是要来针对咱现任的区长甲小组长来上课，好，当然咱也要来洗礼，嘛当做伙来参加。好，所以咱后礼拜会看周报，好，总是因为第一期开课时间是9月14号礼拜六下晡2点半，好，所以咱第一期好9月14会上1、2课，好，然后9、2、1、3、4课，啊，咧拢总上6届，好，将这12课来上了，好，所以嘛，请咱做伙来关心，好，所以第一次上课是9月几号？礼拜几？几点？下午2点。好，下午2点半，好2点报到，好，伫遮补充，好，多谢。好，过来是咱社区的事工吼。上年大学伫9月初2要开学，伫明仔载吼开始，咱各项的这个课程甲时间吼，请咱伫楼骹的公布栏来看吼。嘛欢迎咱的兄弟，咱邀请咱的亲友会当做伙来报名参加即个上年大学的学习。过来嘛是社区的事工，9月初4拜3。早起10点半到12点有上大的讲座吼，主题是真心话不冒险，寻找修补彼此关系的新模式。讲师是蔡矫锦小儿科的这个医师吼，请欢迎咱的这个兄弟做伙伫线上，也是来到教会来参与。过来9月初8后主日下晡的1点半到3点半，要举行志工教育的训练，有这个。人际交通甲学习的讲座吼，讲师是曾国宏临床的这个心理师，人数有限制吼，是60人吼，所以请咱的志工踊跃来报名参加。好，咱这是要为着9月份的这个寿星吼，咱请9月份生日的兄弟，请恁起立。然后来到台前，好，请来台前哈。台9月生日的兄弟，好，请恁楼顶楼骹好，拢做伙来到伫台前，咱做伙来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咱要唱这个黄梅调无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伴声来甲因恭喜一下。哦，这个黄梅调是
台语礼拜才有的哦，真啊真。好，咱来为因来做一个祈祷祝福。亲爱主上帝，阮为着遮伫台前的兄弟，因伫即个月9月份来过生日。不管因年岁偌济，拢是上帝你的恩典。也愿上帝祝福因伫即年的中间，因的智慧、因的健康、因的上帝所想说的祝福，拢会当继续来加添，也互因有每一日有平安甲欢喜，也甲厝内人、甲教会兄弟、甲工作上遮的同事，拢更较好的关系，有更较好的联系。也愿上帝通过因来为主做根丁，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器皿，上帝所欢喜的祭。阮同齐伫做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献上阮的祈祷甲祝福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！生日快乐，拍拍来甲因恭喜，生日快乐！好，请回座。好，接下来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，咱要来读2遍吼。来，请答应着敬畏上主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受暴怒。历代志下卷19章第70遍。答应着敬畏上主，谨慎办事。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受暴怒。历代志下卷19章70。以上。请咱做伙来上吟信息393首，乌鲁专灵稳定主宰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。乌鲁专灵稳定主宰，万族称呼，感谢跪拜，白夜星星公义仁爱，尊敬颂赞，以高万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慈悲疼探。信心的感动甲教示，甲恁众兄弟三个弟弟，互你当遵行上帝话，因为人拢亲像草，草未干，花未谢，上帝话永远袂改变。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今日聚会到这，咱互相请安，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。